警方禮拜日夜晚近8點接獲途人報案，話一名男童被發現倒卧喺青衣長康村康順樓對開嘅平台。人員接報到場，嗰個12歲嘅男童當場被證實死亡，現場冇檢獲遺書。初步相信男童係喺上址一個單位墮下，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。警方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，拘捕男童42歲姓崔嘅母親同埋44歲姓余嘅父親，兩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。據知，男童嘅父母喺週末去澳門探朋友，曾經邀請兒子同遊，但係被拒絕，最終個仔被獨留喺屋企。案件交由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3隊跟進。